灰熊球星 Ja Morant 自從佢啲槍械慶祝手勢俾聯盟連環重罰之後，最近發明咗一個全新嘅慶祝手勢——掟手榴彈，令到全世界爭相模仿。不過唔知會唔會遲啲又俾聯盟列為18禁？嗱，好似以下呢一啲慶祝手勢啦，你如果每次一做咧，一定係俾人罰。呢個類似星星跳嘅慶祝手勢，其實由 NBA 名宿 Sam Cassell 發明。歷嚟無論係 Kobe、Klay Thompson、Fred VanVleet 都有做過，不過可能大帝個姿勢特別繪形繪聲，所以 end up 俾聯盟罰咗$15,000美金。當時在效力熱火嘅不拿見到隊友連入10分之後，喺場邊無端整咗招推車嘅手勢鼓勵隊友。可惜聯盟並唔覺得呢個慶祝方法有幾幽默，結果都係罰咗不拿$15,000。講開熱火，經已退出球壇嘅閃電俠韋德，其實一向都係 NBA 嘅模範學生。不過佢短暫加盟公牛嘅時間，佢曾經喺入咗一個關鍵入球之後，整咗一個割頭式嘅慶祝手勢，即刻被 NBA 罰咗佢$25,000。事後韋德仲要為呢件事公開道歉。不過最衰咧都係唔及後活當年整咗一個極之三級嘅手勢。唔記得佢當年係覺得自己好得意啊，定係想向在場喝倒彩嘅騎士球迷還擊？點都好，佢因為咁而賠償咗$35,000嘅罰款。今年 NBA 季後賽唔知會唔會有啲球星又有啲新穎嘅慶祝動作俾大家睇下呢？想知道更加多 NBA 得意消息、股市入最新動態，請立即關注 NBA 實例嘅 VBase HK。